有财团要伫台东来推动都兰度假村的计划，早起伫环境部的环评小组进行第3届的初审，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质疑讲会破坏生态。都兰的部落助理嘛批评讲，这个计划已经提出来10档咯，毋但无做海溪生态调查，开发单位嘛拢毋捌甲因沟通。 特别引用台东县国土计划里面的预测，它到125年的话，台东县的旅游总人数会高达1946万人次哦。事实上，住宿是还有明显不足的状况，不止不尊重我们都兰部落，也践踏了环评制度减轻环境影响的精神。我们不能接受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污染跟破坏。 早起，环保团体甲部落族人是去环境部抗议哦。这案开发的地点是伫台东的东河，规模将近7公顷。度假村哦有超过250间的房间，有18间的 villa 度假区哦。环境部个审查，部落族人是认为初审就不应该过关。